各位兄弟平安，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人对我讲：“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，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的缘故。我要讲，愿平安伫你的内面，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。我要替恁求福气。”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204首，声门着举起恁的头，声门着举起恁的头。阳光的王临到，永远的门着受举起，迎子君王入去。阳光的王到底啥人？是主至尊至贵，伊有气力，有大权能，万民应该恭敬。伊有气力，有大权能，万民应该恭敬。圣诗第204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咱大家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第13页，也显着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
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大家掀开启应文第40篇。启应文第40篇伫圣诗后面的第1071页，1071页显着咱做伙来交托上帝的话。启应文40篇，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，伫真悬的所在，伊的长袍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咧侍候，因彼此呼应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。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，圣殿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，我有知的，我别忘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踮伫嘴唇无清气的主面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，伊的手用火钱对弹顶热热的炭，将炭捂我的喙唇，讲：这个有捂着你的喙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：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阮去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咱大家三脚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你创造日月星辰，互因照时轮转。你赐下雨水灌入土地，互你所创造的逐项活物通伫美好的环境中来成长。你照你的款式创造完整人类，互阮通学习你的疼。你以爱你的创造，看逐项是好，总是真做你创造的阮，却无法度将你所以爱同款看做阮以爱，时常掠家己比别人较敖，对别人甲阮无相共的所在，阮就无愿意接纳。虽然阮深知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，也着听人亲像家己，是主你上重要的旨意。总是阮的肉体经袂出你的疼，阮的心亲像伫火炉内咧烧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无清气的心，甲所有阮捌毋知的罪显明。求你解换阮的心思意念，求你赦免阮的罪过，求你帮助阮通听你所创造的逐款人、逐项物，定心行往你的旨意，实现你对阮的愿望。主啊，伫这疫情严重的期间，阮看到有侪人拼命咧争取通注射假出来的疫苗，因咧着磨，也看见侪咧做生意的人，因为无法度做生意，遇到经济的困难，求主帮助因通度过这个难关。原知即时有真侪人染着肺炎，需要得到医治。嘛有的人虽然因的身躯已经无病毒，总是煞接也有细胞受损伤的种种病症。主啊，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因，互因紧紧恢复健康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阮受国际上侪国家送阮疫苗，来献上阮的感谢。感谢上主，你将三疼的心放伫这个国家人民的心中，互阮通得到帮助。也恳求上主，互阮将感谢时时刻刻放伫阮的心内，互阮伫有能力的时，阮也通帮助别人。主啊，阮盼望疫情的管制
通顺利结束，因为阮迫切期待伫你的殿院敬拜你。愿意爱晓伫你的实下，愿将一切痛悔、感谢、恳求的心带入伫你的面前，求你甘纳。愿安尼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赞美，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主啊，我情愿。下面要讲授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旧约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节到15节、12节到19节。和合本伫旧约的第385页，台语汉语本伫旧约334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旧约的360页。那现在我来读。大卫阁聚集以色列中所敬的3万人，大卫起身，带对伊的众百姓，对巴拉犹大去，要对遐光上帝的柜来。这个柜的名是用坐伫2个基路兵的中间，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来称的。因下上帝的柜伫新的车，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家载出来。阿比拿达2个囝乌撒甲阿希约赶迄个新车，因将伊甲上帝的约柜
对山顶阿比那达的家载出来。阿希约行伫规个头前，大卫甲以色列的全家伫耶和华的面前，用上茶所做逐号的乐器、甲琴瑟、玲珑鼓、大鼓、钹来做乐跳舞。12节，大卫就去欢喜跟上帝的柜对500以东的厝到大卫的城，跟耶和华约柜的人行6步。大卫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牲做祭祀。大卫伫耶和华的面前尽力跳舞。大卫下有地步的以弗得。安尼，大卫甲以色列全家跟耶和华的柜上来，出欢喜的声奔扫角。耶和华的柜入大卫的城的时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门看见大卫总起来跳舞伫耶和华的面前，心就看轻伊。因跟耶和华的柜入去，下伫伊的所在，就是大卫所为伊搭的布棚。大卫伫耶和华的面前献烧祭甲谢恩祭。大卫献烧祭甲谢恩祭明白，就用万军耶和华的名甲百姓祝福。佮伫遐的众百姓，就是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人分因一块饼、一块肉、一个葡萄干饼。众百姓就去，逐人转去因的厝。今日上帝要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是：摕什么献互我的上帝？咱请牧师。请兄弟平安。请咱同齐按头来祈祷。天父宝贝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游玩，会当备办心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。主阮知，无论伫倒落，你拢伫遐。所以，阮用敬虔的心，伫阮的厝来到你的面头前，甲其他的兄弟同齐来敬拜。互圣殿毋若是伫西湖教会的礼拜堂，是对我的厝到其他兄弟的厝。成做一个大大的圣殿，因为阮知你甲阮伫地。主，阮要听你的声，恳求圣神甲阮伫地，互阮听清楚，心明白，嘛赏赐阮一个顺服、愿意去安尼行，要互你欢喜的行为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得到你的欢喜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兄弟平安。本来大家拢毋忙，后礼拜就会当同齐伫礼拜堂来敬拜。总是咱听到消息是还袂。本来伫宗教的敬拜礼拜的场合，是会当申请一个开放来做礼拜，毋过也是爱合着规定。咱的中会议长甲中会中委会开会，因决定有来公文讲。若是安尼，为着兄弟的平安、健康，还佫有全国大家同齐一条心来防疫，也是暂时停止礼拜，等7月底才来看。
照咱的体制内面，咱照安尼行，咱知，这是毋若是照规矩来，嘛是照上帝互咱的体制，照上帝的欢喜，嘛照大家的心的平安。咱定定伫敲揣啥物较好的方法来成做一个体制、一个程序，伫上帝面头前来得到伊的欢喜，来感受到上帝真正有欢喜，我要安尼做。咱定定想讲，这是人的意思，人就开会，人就安尼决定，所以若是换一辈人，可能决定就无共。是，常常是安尼。总是咱毋通袂记哩，圣神是同一个。啥物人会当坐伫中委会，也是讲教会体制内面，小会、中级会迄个位，除了咱投票这个方法，你敢有相信上帝旨意透过圣神伫你的心肝头成做一个答案？当正人伫上帝面头前祈祷煞投迄个票，就成做上帝的欢喜。既然上帝的欢喜，也透过遮个人来定程序，决定公众的事物，咱就相信遮个上帝拢掌管，上帝伫这个内面，就是安尼，咱才过来敲揣，过来回想，嘛来检查，伫摩西的时，伊所传达上帝命令的时，到利未家族、利未人、祭司，也阁有君王、先知，因拢有需要照上帝旨意、照上帝规定来行。有人讲，摩西的诫命其实是摩西家己写的，毋是上帝遐来的。讲安尼话的人，真正爱详细知影，你敢知影你所信的是啥物？当咱伫读圣经的时，咱讲摩西就是因为伊对法老的宫殿内面来长大来学习，所以伊的确是知影侪的法律法要安怎定。所以这个10条诫有可能是摩西家己照咧埃及因所伫敬拜的神明家己所想的。若是安尼，真正看轻耶和华上帝是上帝，嘛看轻甚至无承认耶和华上帝，爱摩西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留因的性命，也阁有侪神业。以色列人因经过安尼的过程，有缘嘛是共款，会甲上帝无当作上帝，无敬畏伊。看因，咱伫看的是会讲啊，遮个人哪会安尼？毋知影感恩，嘛毋知影好歹。啊，若是看咱家己咧，咱敢有安尼想？有当时啊，其实咱嘛有可能会成做安尼的人。对遮来看体制、看律法、看诫命，咱会当安尼解释，嘛会当，
用另外一个方向来解说，会当用咱的心感受到，安尼较好、较顺的讲法。总是咱毋通袂记哩，信上帝甲无信上帝中间的差别，就是真正有一个上帝。这个上帝伫你相信的时，你就知影伊是真的。当你知影伊是真的时，你阁要来讲。做的物件是人的心伫做，是人的行为。敢若上帝毋是真的共款，敢若上帝无伫掌权共款。若是安尼，你何必都爱相信伊咧？上帝就是上帝，咱信甲无信，拢袂影响到伊的真实。总是当咱相信上帝的存在。相信要倚靠伊来得到救赎的时，咱来决定一件代志，就是我知我拄到所有一切的代志，我知上帝伫遮，上帝伫看顾，上帝有稳准。若是安尼来看，咱就知影。体制也好，律法也好，礼拜听书也好，伫经过敬畏上帝所拣选的人，祈祷了后所做出来的决定，真正是真做对上帝遐来的。就是安尼想，咱的心才会知影，当咱无顺服遮个时，伊的结果的确是得罪着咱的上帝，毋是对人，是对上帝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诚做一个咱无青分的故事。大卫、迎子、约柜入耶路撒冷。啥了大卫要迎子约柜，约柜代表上帝，上帝伫遮，上帝坐伫约柜顶面，听人的祈祷。嘛，伫遐来回答人的祈祷，透过祭司来传达。祭司诚做一个中保，传达百姓的心，祈祷献祭，传达上帝话语。上帝的心，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上帝对祭司利未人有定足多的规定，会当做，袂当做，因为是上帝讲，这是我要用的人，就要照我的法，照我的方式。照我所爱的来服侍我，毋是照人的欢喜，是照我所讲的来服侍我。安尼咱知影，祭司也好，君王也好，利未人也好，伫服侍上帝时，是蹑蹑蹛，嘛是敬畏，因为若是无照上帝的旨意。的确，上帝法所讲的，就是一个字：死。伫咱即马常常伫讲稳定的时代，伫讲耶稣的救赎的，
咱无法度想象上帝是安怎，袂前袂着爱人死。这是一个主权的宣告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照我来甲你讲的方式来教我互动，来服侍我，这是我的主权。我救赎你的命，你的命是我的。我知影你甲我斗阵的时，你甲我互动的时，爱用什么款的方式，才是得到福气的，才是得到我所想事的平安。我就甲你讲，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，你就毋通安尼做。迄个是甲上帝的性格有关系，嘛讲人会听探上帝的旨意，有甲家己放落来无有关系。上帝是饶宽容、无定定生气的上帝。总是人的心，若是无掠上帝做敬畏，看家己大过上帝的时，上帝就会甲咱提醒，安尼的路，安尼的结局，的确是死。毋是上帝要处你的性命，是你的性命已经陷落伫迄个死的境界。大卫足清楚这个过程，因为伊是受抹油要做以色列人的王的。大卫知影，因为头前迄个扫罗，伊的下场，伊嘛看了足清楚。要赢这约柜，知影，嘛要互众人知影，上帝伫遮，上帝甲我大卫斗阵，这是圣的物约柜，内面有上帝的旨意10条诫，所以大卫经3万人要行远远的路，去甲上帝的旨意迎接，转来到伊的所在耶路撒冷城。圣经甲咱讲的是，大卫毋是家己去，伊带3万人。这个人安那咧？这个人因咱讲浩浩荡荡一路，这个行程有23到25个公里，遐尼远的路。大卫毋是讲恁去甲约柜接转来，伊是家己带路去迎接约柜，亲像去迎接上帝共款。伊是有敬畏上帝的心。总是第1节到第5节，咱看见的是大卫无完成，甲约柜带转来，迎接转来到耶路撒冷城。第6章规章所讲的是用2摆的，才甲约柜迎接转来到城内。总是头1摆都是无迎接转来，伊嘛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因用上财所做逐号的乐器，用琴、用瑟、玲珑鼓、大鼓、钹来奏乐跳舞。奏乐跳舞，咱看见大卫甲遮个人用跳舞的方式
迎子约柜，用特别的树木来做，是上好的。其实原文内面第5节并无跳舞这个字，所讲的是弹奏，用乐器来弹奏。这个弹奏内面包含都是乐器的声、唱歌，也阁有跳舞，所以就是真做规套的啦。是安尼的方式来迎子。跳舞、弹乐器，伫迄个时有几个意思。真做一个战争的时，若是太赢，欢喜来传播消息，赢子太赢的军队、君王的时，正人会跳舞。也阁有赢子神明的时，嘛会跳舞。欢喜的时，有请人宴谢的时，嘛有跳舞。就是欢喜、快乐、太赢了，也阁有至悬的神伫遮。对遮就来知影台笔带证人安尼来迎子约柜的时，代表是啥物？台笔足欢喜的，台笔讲上帝伫遮啦。台笔讲，这个是互咱赢的上帝。所以台笔是用安尼方式来迎子约柜。刷落来，第6节到12节中间出现一件代志，就是约柜无入来的原因。这个原因介简单，就是无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，爱对待约柜的方式，直到有人死了。台笔的心惊吓，伊想上帝生气啊，所以毋通，因为毋知影上帝是毋是有要入耶路撒冷城，是毋是有要甲我台笔斗阵，是毋是要赏赐平安甲福气，互以色列人。伊惊吓，直到无法度甲约柜迎子入耶路撒冷城，伊吩咐人甲约柜刷去另外一个所在。圣经甲咱讲，伊刷去俄别以东伊的厝。伊嘛是一个利未人，迄是一个利未的家庭。伫遐3个月，这3个月，台笔伊的心的确是毋知影要安怎办，阁惊吓，嘛生气。圣经甲咱讲，台笔生气，总是安怎生气咧？伊是生气家己啊！生气家己是安怎伫迎子成的约柜的时，无照上帝的方法。无照上帝的旨意，无照上帝的规矩来。摩西讲了足清楚，迎约柜的时，的确爱用扛的，爱用人来扛。总是迄时，台笔是互人用车来载。的确牛行来行来，
顶搭的是约柜，险啊对车顶摔落来，跌到乌煞，用手去甲扶啊，看起来敢若嘛无毋对啊，总是安怎？摩西伊的传达，约柜爱用光的，咱想人光甲坐车中间有啥物无共？人伫光明仔的时阵，的确会注意到路会平还是无平，会注意到光的物件会落落去无？迄个心是谨慎的，因为是上帝的性，所以用圣的心，用谨慎的心，用敬畏的心来光。总是用车的时阵，都毋是安尼啊。车无目睭啊，看的人嘛无一定看会赴。牛在扭的时，牛的目睭甲人的目睭所看的无共款，所以无法度做谨慎的。用车载物件，也是载神明的物件，是诚做迄时其他的国家伫载因的神明的物件的时的方式，毋是耶和华上帝所喜爱的，毋是上帝所吩咐的方式。另外一个，上帝是安怎的人用光的？人甲人，毋是一个人光，是爱两个人光的时阵，爱四个人光的时阵，迄个叫做团队服侍。咱讲团队服侍，骹步爱坐啊，爱共心，无就无法度甲即个物件光去共一个所在，嘛袂光了解好。所以，这个过程，咱看见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上帝伫吩咐服侍伊的时，爱有这两个态度甲行动。用车的时，迄是恁啊。用车来载约柜，跌到约柜，险啊要对车顶落落来。乌煞，伊是利未人，伊是服侍上帝人，伊的确应该爱知影这个方法是袂使的，总是因为23公里到23到25公里伤长啊啦，所以用车载可能嘛是会使。咱若是安尼想，有可能嘛是因安尼想，有车乃无爱用咧，总是都袂记咧上帝的吩咐后壁的意思。遵探上帝的方式来服侍伊，用敬畏的心，用同心，共一个心，共一个骹步来服侍。伊已经知影这个是毋对啊，佫有一个规定是，袂使去摸约柜啊。咱即时会想讲，咱安尼伊若无去扶，约柜若摔落来，安尼做爱算啥物人诶？咱就会安尼想。总是这个故事，毋是伫甲咱讲这个。这个故事，这个事件，甲咱讲的是头都已经毋对啊，后壁你都毋免去问讲，迄是啥物人爱负责任啊？头前都毋对啊，大家拢爱负责任。上帝拍死乌煞，互大卫知影你做毋对啊，诚做一个王，诚做利未人服侍的人，无照上帝旨意的事，无照规定的事，无照上帝的吩咐的事，会死人。这是上帝所要传达的。所以大卫的生气是伫遮啊，是安怎？我毋知影，我诚做一个王，乃无
提醒，乃无发现，乃无带以色列人做正确的代志咧。我是一个王啊，失去一条性命。3个月了后，大卫听见别人甲讲，无代志啊，约跪伫迄个利未人的兜，束缚互因所有的。所以大卫想，安尼上帝毋是无要甲阮斗阵，的确是我做毋着代志，安尼重新来赢阵。所以第2摆的时阵，就是用讲的啊，照上帝的吩咐啊，嘛是共款有跳舞。14节，这个大卫所跳舞的这个，嘛是无跳舞这个原文。迄个字是用说，就是哪行哪说。咱想一个囡仔做欢喜的时阵，迄个跳舞毋是咱所看的迄个国际标准舞迄种的，也是探戈迄种，嘛毋是迄种散舞，拢毋是。伊就是欢喜就跳，哪行哪说哪跳，是安尼。圣经甲翻译诚做一个欢喜的跳舞，尽心尽力。表现出伊的欢喜来。对遮，咱看见诚做一个王，鹰子约跪的时，行伫人的头前，哪行哪说哪跳，敢若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，足欢喜的代志。是对大卫来讲是。因为上帝甲我伫地，上帝要来啊，要来甲咱斗阵大，要来赏赐所有的好气，伫我甲我的百姓中间。大卫是欢喜的，所以当行6步，伊就献祭了。献2个祭，一个是献互上帝，完全烧化祭。另外一个是感谢的祭，诚做平安的祭，就是平安啦，无代志啊。感谢上帝赏赐遮的一切，互阮活落来啊。这个感谢的平安祭，诚做是会当分享的。这个食物除了烧，还佫会当互祭司，还佫有献祭的人会当食的。所以到后壁，咱看见大卫伊伫分享分饼互众人的时，就是对遮的，也佫有伊所传的，是烧化祭、感谢祭内面的物件。献祭，咱嘛看见人甲上帝的关系；烧化祭，完全我拢总互上帝。另外一个是人甲人的关系。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咱同齐来分享上帝所赏赐的物，甲跟约柜同款。上帝一直伫意的，毋是我甲你的关系尔，是你甲你边仔的人的关系。所有我救赎的人，甲我同齐关系，爱同齐斗阵。伫遮献祭，咱看见大卫。做了足好诶，伊嘛真正是知影上帝的心、上帝旨意的人。人讲无怪上帝遐尼疼大卫，总是上帝嘛是互大卫受最苦，大卫才知影原来上帝该疼我。一摆搁一摆救伊的性命。才知影，我的性命是上帝所予我的，若无就无命。总是安尼欢喜，安尼着跳，安尼迎旨上帝的行为，互伊的某米甲来看轻伊啊。
第20以后，咱所看见的，就是这对翁仔某的对话。米甲对大比讲：“你安尼，实在是无亲像一个王啊！你安尼伫众人的面头前，安尼跳，安尼敢有体统的？”伊看轻伊，米甲毋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无法度知影大面赢指上帝甲伊斗阵的时，迄个欢喜的心是安怎？伊嘛无法度感受到。咱嘛看见伊对即个翁婿无介满意。即个无满意，毋是钱趁无多。即个无满意是伊伫人的面头前，互我安那无面子啊！亲爱兄弟，敢有感觉？有当时翁仔某的问题，就是伫遮。你伫众人的面头前，互我无面子啊！这转来就冤家啊！你讲婚姻辅导的是上歹了了。上歹处理的，就是面子这个问题啊！一摆搁一摆的时阵，到后壁翁仔某的关系就拆歹啊！迄毋是一句对不起都会使啊！因为是足侪摆，因为互我无面子是伫众人的面头前，一摆的是毋是一个人尔，是伫足侪人的面头前。啊，你讲一句对不起，都无够啊！米甲，伊感受到，伊感觉，伊无爱伊的翁婿，伫众人的面头前安尼做，伊看轻伊，伊看轻家己的翁婿所做。代笔的行为，毋是家己伫街仔路跳，毋是，是对上帝的敬畏甲欢喜的表现。总是米甲因为甲上帝无关系，所以无法度感受到这个咱嘛会当去想到，咱常常伫鼓励信上帝甲无信上帝的，上好毋通结婚。有当时是伫讲这因为心情无法度相通。我毋知影你是安怎爱用这个方式来敬拜你的上帝，是安怎一定爱去做礼拜，是安怎一定爱聚会，是安怎你都爱接受这个职分，做长老、做执事、做同工来服侍。你是安怎都一定爱安尼咧，无敢袂使。若是翁仔某中间出现的问题是甲上帝有关系，嘛是解无法度去解决的。安尼讲起来，翁仔某夫妻的关系介软弱，互你无面子嘛袂使，有一个上帝嘛袂使。看起来其实就是我，你爱照我的欢喜，照我的感觉，照我的感受，照我所爱你做的来做。所以真正夫妻的关系出问题，其实是伫我，因为我大过上帝。我大过上帝的事，啥物拢毋免讲。米甲甲大面中间的这个对话，互米甲无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嘛无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伊一直到死拢无惊儿。惊儿是上帝所赏赐的产业，米甲无得到这个产业。嘛有人讲，因为米甲是看轻伊的翁婿，直到大面嘛无要甲伊斗阵啊。这是用人的角度去看，咱无去用
总是咱知影的是，上帝无赏赐囝儿互米甲，诚做上帝无祝福米甲。摕啥物来献互我的上帝？是今仔日的讲道的题目。咱对头到即马所讲的，诚做大卫、杨子、约柜，看见大卫用君王的身份，看见大卫照上帝的方式来服侍上帝。照上帝的命令来迎接上帝到伊所住的所在。大卫用跳舞，就是用欢喜的心，哪行哪说哪跳来表达。上帝是我的上帝，上帝要来到我住，我足欢喜的。上帝要来祝福我咯，这是大卫的心。所以大卫伊的奉献是啥物？其实大卫无献啥物，大卫只是表示伊的欢喜尔。大卫伫迎子约柜的时阵，伊所献互上帝是伊欢喜的心嘛，是伊伫跳跳的伊的身躯。所以，当耶稣伫讲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你的上帝的时阵，用的是啥物？欢喜的心，我的心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心，我的脾气，我的理智，我的性命，尽力，迄个调调是完全的力，我的身躯。大卫所献的是这个，伊所互上帝的就是这个。伊用一个君王的身份，伫众人的面头前，引带众人，利未人行正确的路，用正确的行动献祭，嘛甲上帝的福气分互众人。大卫用伊君王的身份来表达，我诚做一个王，总是我的身份是上帝予我的，我的上帝才是我的君王。用君王的身份来敬畏我的君王耶和华上帝，诚做大卫用伊的身份完全献互上帝。伊知影伊是甚物人。伊知影伊的身份对倒位来，伊知影伊的性命是啥物人互伊，伊知影迄个对象是耶和华上帝，所以伫众人的面头前带头，照上帝的旨意，照上帝的方法，欢喜、尽心、尽性。尽力来表现伊对上帝的感谢，伊对上帝的感谢，伊献祭，诚做引带众人，嘛爱照安尼来敬畏上帝来献祭。伊分饼互众人。引带众人知影上帝的福气、上帝的祝福是爱安尼来分享的。大卫用伊君王的身份，诚做一个引带众人到上帝面头前来服侍上帝，来感谢上帝。对遮，咱再来讲，咱的奉献。爱合咱的身份，大卫的身份是啥物？大卫的身份是一个君王，嘛是一个翁婿。大卫所献的是伊的心，是伊的身躯，是伊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。伊甲米甲的对话内面，
你甲看轻伊的时阵，伊无生气，伊甲代志缓缓啊、温柔好好啊讲，互米甲听。伊真做一个温柔的丈夫。伊无甲米甲讲，啊，你这个无知的妇人人，你讲啥物话，嘛无甲伊生气。伊是缓缓啊、温柔甲讲。我今仔日是安怎要安尼迎接我的上帝？是因为我的命、我的身份是对上帝遐来的，所以我安尼做，毋是无合体统啊。你认为我伫众人的面头前无民主吗？无亲像一个君王吗？无，我认为安尼是足好的。因为我要感谢我的上帝的时阵，我是安怎要看别人安怎看我咧？我要奉献给我的上帝的时阵，我要对我的上帝来表达我的心的时阵，我是安怎要看别人的标准？是安怎要照别人的民主来看咧？毋是啊，是照我甲上帝啊！我只要照上帝的旨意，照上帝的规定，照上帝的方法。来对待上帝甲众人，安尼就好啊！这个是代表所表达出来的，代表用君王的身份，用丈夫的身份，温柔带头，尊坦摇花上帝的命令，说明应该讲的话，真心真性。真力听上帝甲听人，米甲真做一个妇人人，真做一个某，伊甲伊的丈夫中间无上帝，伊甲伊的丈夫的中间无尊重，嘛无顺服。咱所看见的是批评，米甲看轻伊的翁婿，看轻这个君王的身份，伊的批评是你安尼做，伫众人的面头前无民主。伊用世间人眼光的标准，总是当代表。伫众人的面头前跳舞、欢喜雅止、摇花上帝的时，众人的心甲米甲的心，敢是共款的？的确，咱知影，当代表欢喜着跳，伫感谢上帝的时，军队伫伊边啊后壁的正百姓，因的心。是甲因的王斗阵的，是同款欢喜的。上帝要来甲咱大，上帝是祝福互人的上帝，上帝是互人性命的上帝。上帝约规伫俄别以东的家的时阵，3个月祝福互因遐所有的，即马要来甲咱大，的确嘛要来祝福互咱啊。众百姓无人会看大密的行为是无好的，因为大密的心、大密的身躯，伊所表达出来，只有看到上帝。众百姓看见因的君王，也看见上帝。所以咱知影，当咱的身份伫上帝面头前，要真做奉献，要真做献上互上帝。要真做人甲人的关系的时阵，咱爱确信一件代志：你是会当真做一个带头的，互人看见上帝迄个，用上帝互你的身份，什么身份呢？基督徒的身份，上帝囝儿的身份，长老的身份，执事的身份。小组长的身份，同工的身份，
翁婿的身份、某的身份、爸母的身份、囝儿的身份、兄弟姊妹的身份。这个身份，你会当成做一个带头，互人看见上帝甲你斗阵。这个身份会当互你表现出上帝赏赐平安甲福气。这个身份会当互人看见上帝。会当互人看见上帝疼甲恩典。咱常常讲，我要摕啥物献互我的上帝？敢若我足牛的，我会当摕啥物来献互上帝？咱所有的一切，敢毋是上帝所赏赐的吗？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我会当摕啥物献伊咧？我若无献上帝，上帝敢会生气咧？上帝毋是伫甲咱计较遮的，上帝所关心的代志是啥物？有照伊的旨意来成做成无？有成做成来甲伊会当成做一个亲密，会当活咧的迄个关系啊！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诫命，拢总是为着要互人有性命，要互人甲上帝永远斗阵。毋是要互人惊，敬畏甲惊无共。惊内面最最是处罚，敬畏内面最最是尊重，是尊崇。今仔日圣经节，互咱有遮个，咱看见保罗嘛有勉励。当你用啥物身份来伫上帝面头前得到伊欢喜的时，你就照迄个身份爱做了搁较好。诚做一个翁婿，你就爱疼你的负责人。诚做负责人，你就爱尊重你的翁婿。诚做爸母，你就照上帝的方法、上帝的旨意来培养你的囝儿。诚做囝儿的，你就孝顺、敬、疼你的爸母。诚做奴仆的，你就照本来安尼来服侍你的主人。爱服侍搁较好，亲像服侍你的主。诚做主人的，你就爱知影，你毋通喊话你的奴仆，亲像你敢若完全是伊的主人，毋通袂记哩，恁有同一个主。这是保罗互以弗所教会，嘛互所有咱看到以弗所人书这张批的人的勉励。当来到耶稣所讲的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疼你的上帝，搁爱疼人亲像家己。这拢毋是伫新约的时阵才出现，伫摩西迄个时所吩咐的上帝命令内面就已经讲啊，摕啥物献互我的上帝？亲爱兄弟，你对上帝遐得到啥物身份？你敢会当知影？伫遮个身份内面，你会当安怎做？无批评，无批评别人甲上帝的关系，无批评伊服侍上帝的方式，无看轻人。这也是一个献互上帝的方法，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伊，照体制，照法度，照上帝所选出来的人
伫基督了后所决定的条例来行，拢真做一个模范，就是阮拢照步来。这个照步来原因是为着要互人甲人中间有和平。这个和平真做是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互人有和平的人，称作上帝的囝。望伫即摆疫情的中间，咱会当看见咱的身份，嘛真做一个好的模范，互人知影上帝甲咱斗阵，咱袂惊吓，因为上帝甲我大，上帝是赏赐性命的上帝，上帝是互我会当欢喜的上帝。伫世间的每一个日子，我就欢喜着跳，来迎接我的上帝甲我大。咱同齐仰头来祈祷。赏赐阮性命，互阮的心着跳的上帝，阮感谢有你，因为有你才有阮，因为你留阮的性命伫这个世间，要真做模范，真做你甲阮直地的模范，真做圣神甲阮直地，真做耶稣基督的救赎甲阮直地，真做天父上帝甲阮直地。感谢又搁感谢。袂堪咧，不管阮献上什么，拢无够额，总是阮学习亲像诗人所讲的，阮真做一个手清气、心清洁、无拜偶像、无批评、无做假干净的人。因为安尼人是要得到你的祝福，阮用安尼来敬畏、赏赐阮，甲阮斗阵，互阮活咧耶和华上帝。阮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服侍你，嘛要甲众人来分享你的疼甲恩典。互阮照安尼做，来得到你的欢喜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要来回应上帝的话，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382首。我的性命献予你，我的性命献予你，做你路用到一时。时刻明日献予主，归荣光你万年久。请大家起立来吟。我的性命献予你。
请坐，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来看周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即马目前全国疫情的警戒第三级，咱要延到7月26日。虽然有小可的来偷放，总是咱请咱的兄弟尽量避免去人济的所在，咱来保护好家己。虽然咱的即个时间，咱宗教的场所有通好有条件来申请开放，但是咱这次中会有来公文，因为要为着要咱来保护咱的兄弟，咱来确实来防疫，所以咱目前也是继续来暂停实体礼拜甲聚会。第二点，咱目前即马透过网络的礼拜，咱的奉献会使。这个期间，咱的奉献会使利用汇款到教会户头，教会的户头的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西湖教会，是永丰银行内湖分行。迄个号码较请咱大家家己来看。总是请咱大家也有汇款了后，会使加唱妹执事，也是加名义长老来。互因知影讲咱的奉献的项目甲金额，来方便因来做咱的小目。第三点，目前疫情的期间，所有的礼拜甲聚会，咱暂时也是停止，嘛无安排探访。牧师要用电话来关心代祷，若有特别需要代祷的兄弟，也请你来甲牧师来联络。咱来看圣经的事项。这礼拜的讲道是林依文牧师，司琴是谢文姐。咱其他的事项，其他的迄个招待插会的部分，咱目前防疫的期间来暂停。咱下礼拜是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传道事工的主日，咱会请。公报社的黄心怡牧师来讲道，总是因为即马疫情的关系，伊会透过录影的方式来分享上帝的信息。咱来看咱顶周的奉献的部分，有迄个出入的，咱会当咱的民意长老，也是迄个唱妹执事，咱来提出见证。咱来看咱。本周的金句，伫周报的第3页，咱来看。本周的金句是诗篇24篇，第30甲第50，我会用台语、汉字本加华语版来各读一遍。实水会上耶和华的山，实水会徛伫以圣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，心清洁。存心无负假，就全无肯奸鬼的人，即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，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。诗篇24篇30到50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、不怀诡诈的人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。诗篇24篇3到5节。下面补充报告加代祷的事项，咱请牧师。咱同齐来祈祷。
听阮阿爸的上帝，你听见，你正经字伫你面头前，感谢甲大祷。这话语亲像芳芳的坐，到你的宝座前，是为着要照你的旨意来行。阮听你，也听人。阮毋但顾家己，嘛顾别人的性命。阮毋但看家己的艰苦，嘛体会别人的艰苦。你的正经字伫你的面头前，所有的代求，是为着照你的旨意来行，是为着要听兄弟姊妹，要听厝边，亲像家己。你听见因一句一句有欢喜的心，有感谢的声，有艰苦毋甘的目屎。伫遮的祈祷中间，你想事、回应、应允，因为是你正经字伫你面头前的求讨，是为着你的旨意，是照你的旨意，听人、听你，亲像家己。阮无法度做啥物，阮只有甲遮的拢总交代伫你的面头前。阮相信，当阮照你的旨意来行，当阮听人亲像家己的时，你的确欢喜来应允阮所有的祈祷。当阮的祈祷内面有自私的部分，恳求圣神帮赞。互阮知影，安尼祈祷是无好的。当阮的心批评真做大祷的时，恳求圣神提醒，互阮知影，安尼批评袂达到你的欢喜。互阮每一个人的祈祷，伫你的面头前得到你的接纳，嘛祝福互阮。因为阮拢是照你的旨意，要来得到你的欢喜。感谢，感谢听阮的祈祷，感谢接纳应允阮的祈祷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389首。阿拉上帝至权至尊，阿拉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，万福原本，天顶圣赛，天下万民，永远阿拉爸囝圣神，阿门。圣诗第389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吟诗煞，咱请牧师来祝祷。阿拉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，万福原本，天顶圣赛。
愿天父上帝会欢喜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圣神的祈祷，临到恁，甲恁的囝儿，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